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當初建造大型強子對撞機，最大嘅目標咧就係要揾上帝粒子，到最近終於都出現曙光啦。咁究竟上帝粒子有啲乜嘢咁重要呢？又會有人講下。大型強子對撞機耗資超過70億歐元，集合咗全球超過1000個科學家。佢哋嘅終極目標只有一個，就係證明上帝粒子嘅存在。上帝粒子離我哋一啲都唔遠㗎，佢係構成天地萬物嘅成員之一。傳統嘅原子結構認為原子係由質子、中子、電子組成，但係現代物理學發現佢哋唔係最細㗎，而係由各種更細嘅粒子組成，稱為基本粒子。現行嘅標準理論預言，基本粒子一共有62種，佢哋只係組成宇宙嘅最基本單位。物質嘅各種特性，例如電荷同埋磁性，都係源於佢哋㗎。呢個標準理論咁可靠，因為佢預言嘅62種基本粒子當中有61種先後喺實驗中觀測到，而剩低嘅最後一塊拼圖就係上帝粒子啦。佢嘅正式名稱係希格斯粒子，由英國物理學家希格斯提出。呢種粒子嘅角色絕對係舉足輕重，因為所有粒子嘅質量都係由希格斯粒子賦予。如果宇宙誕生初期係冇希格斯粒子嘅話，所有能量都會以光速飛散，根本唔會產生質量凝聚成星系，演變今日呢一個多姿多彩嘅宇宙。因為希格斯粒子可以話係物質之源，所以坊間稱佢為上帝粒子。建造大型強子對撞機就係希望喺對撞之下發現上帝粒子。今次兩組人員都得出一致嘅實驗數據，係至今最有價值嘅結果。據講，霍金曾經打賭100蚊，認為對撞機揾唔到上帝粒子。咁究竟霍金啱定係錯呢？預計半年之後就有分曉。有線電視記者胡若玲報導。